平台其实个参看平台知音个朋友，观众大家好，我是王磊，欢迎收看今朝个少州电视市场。继续请大家欣赏上篇台词《赏月游》。张明是江苏省平台头的一位优秀的青年演员，历史人台词名叫徐斌、杨乃真，首唱《后台香香的》，嗓音清丽，表演细腻。那一部唱片里向呢，就弹唱子相当多好听的唱片，体现出里扎实的基本功和复杂的弹唱实力，让你一来欣赏欣赏。请听第5位《玉里渔酒》与徐斌、张明上大台唱。你叫一名少女啊，根本不是啥个平路交心。深入就听见是个风高修士分口出来是搞不最好人了。那么不出3年天，温州才晓得水牛里不了辛苦上牛王日班虚脱了。那么想我水牛里太离过来，上面几人作为，是个水牛里不肯的强亲，所以一刻不为而知，我谁三叫害得来。你多少能把那个王日班先必须脱了，我昨日里上天3人外边我不计谁人，我神居肯他的来当多少提纲，那神居风对错之间的私人之后那个报酬100两银子1个月不会算了，所以别在你马上当谁高把腿打为什么这三家得意呀？分享着为的有这种事情的呢？上江才是阿狗不喊，背那个神奴们配到王高去，嘿嘿，想不到100两银子吃饭为是还担心。欧举北门开，待口吃一番，虽是姚娘高，上有分来着，吃了多。要是这个收车里的说这个得对了，那谁想屋里想风光的来啥人会来跑马屁哈？现在小区来风虚实，我能去这一个人搞马上跑过来，老老的作业吐血让从身上了口不让啥不能追19岁了，已经过杀了我领我压力是啊。现在听见阿嫂有谁叫来着？来说家啊，你来看啊？三子呀，阿三，你来了呀？是我呀，上有不见嘛，千金难还。都要呢。哎呦，阿三，你进来总没好哇？为好多了。三子呀，大事不好了。有非也是干呢？啊，是王中举比良心的事体呀。你哪去晓得这个？啥个嘛？
我写的了，我你们龙飞谁写的了孩子喂？龙飞子，哎，实讲一看嘛，好事不出门，全是受财的嘛。讲一些小事体，一起上手的龙飞个啥？哎，家门不应，三姐呀，爱抢出的美女绰绰是人。哪啦？你想呀，这三句侬能学他？搿侬最说句三年三不满了呀，一经搞上了屋里面个受啥名堂，真身是汉。阿三，嘿那刮来刮去嘛，侪是阿哥不喊呀。是个。当时辰光半夜侬能配到王高去喂，非这个说嘛，今朝哪会得出搿种事体？是个。阿三啊，你放心了，多听。那今朝对我来啊，那谁是为这陈楼长亲自来个呀？为是侬个亲自啊？嘿，你刚刚不是王大妈许特别不记得为你妈妈演的呀？当时与你演个咯。哪了？我当你说娘，哎，现在看上去了，大家为是个绅士就身八昧良心汉，哎，你们倒是真心对这个陈楼呢。哦，听见是该个事体里气得发得来。说个李总子今日在，还要去走过打一个郭太太。哦，黑非一边这个陈楼是离婚的嘛，神剧坑他。我讲你看娘，哎。风对错自经定啊，一点点分打只口啊。有这种事体噶？哦，能不那个王大妈先去洗脱你，马上要脱你呀？哎，说起身不是个夸吧？再子呀？哎，不是这样的。那不这样了？侬刚刚把人家洗脱，马上就讲没被人家消化记的。阿三，你不能这样想个人啊！你想想看娘，神后等了屋里向么说啥个名堂呢？哎。当然说，冲他自己个机会，我倒不会再来讲。阿三，上天嘛，侪是听阿哥的，该次嘛要听你阿三的。听侬不用个呀，那我们实在我去打对门娘。马上挂脱什么老的。那么我同意嘛，能不可以的呀？没他子阿哥。真的要讲开，门家里准备着戒指啊，在后门口。如果是侬肯上街的嘛，踩上街；不肯上街嘛，抢上街哇！抢上街？更是啥家？还是现在我的行个呀？要抢听我说行个。再想想对不？既然有啥个机会不能错过，老说来下去也是到底是媚娘了。那么。这你是干吧？这你说说。这么是我收下来。哦，你收下来。还们这家子来不是吧？哦，还个。没听大哥。侬都是侬抢得身高高的。没喊。到两高头上去商量，不晓得不能一个人才听见啥人我的东北是下路狗该打呀。晓得个前三条来不为何事体，两高头房里举出错。现在一听要侬先叫啥个抢得身高，抢亲啊，可是不来。眼睛的流浪说三条发财，这样多。心里听见说，媚娘要侬是搞抢得身高，是我为是戏子吗？我的是哪个也是，王小门再来抢的，这个。今朝你黄昏头带王老太到他去，你的妻子要不要睡？我们三更天来，但是一旦追他呢，那夫人要去疑心的。老太太在那哈的，那门在你三高头们呢，一旦到经理心脏股票，打你去别人去。那么想想这又是干啥？所以等到吃他腰饭之后嘛。东门水挪三条后门里向送出来，是那些去呀，我等起来呀。不晓得前日里听子那屋头喊我，大海堂房门堂之外都没法着呀。非常房子事体你不晓得呀，你哪老是三更超不可及着呀。正让东张西望辰光碰上一个吃菜局。有这一句，有点是秘密，看见人，做过一排啊，要的没给出来口上去，不规矩给，打里去打塞，也想上来哈打塞，心里一哈，什么问题的？一落往门里去，开心辰光雨湿蒙蒙，
为了达到浴缸边上，让这个心情我对心努力想想，我唯一为了自家让啥体，谁知吧？看上去是家走从农领导也得来的，你不是王家虚脱了，为了的是王家去推你是高台，所以重要，谁要叫点一点，我知我应这是这个啥？不然你太狠心了。马正刚里像火龙个红，刚刚跳下去，叫名不改色。隔壁介绍下只大手，一只骨头，搿只骨头海外了，往东洋机上开不得。介绍骨头上向是不还有位同仁，不是本人往日办个先生。是在称谓的字卡，现在红劳动人。上堂呼气不节气，皇帝官这里到不及通达文武，将为和平封疆。海浪下去，把他风浪了，比风浪毕竟温追为。这门门在动身了，所以官这两个世序也至少显然的温追人里想起采买的么子。现在两世序马哈不是为出来，刚刚上线肉吧，科技人员里马正讲了一天，有一头距离也想拉出来不记载。可么想即使不惧该当在，世序加入上身上推特马上喉咙推下去，有过去努力一把头发嘛吐过来，但是血肉逼了拖一拖，为一个世序加厚再走。努力举大些做一口，哎呦，一个女人几万钱，你不方便的。所以些肉也过来，也带动肉与啥的，谁拿钱努力，干不两个。哦对，是你刚刚举起来是打地上我有是的讲堂，两哦对的每年人，一个叫裤子，背个叫衣裳，打地上我喊，比对了不了，马上沙地讲堂一踩踩打里与我去。谁努力慢慢加新出来的，新出来嘛人居了浪靠，你不去我们不用了，不不弄。你可是人金龙子中场的同仁，现在我今年52岁，夫人生日同意的，那夫妻俩高的介绍，拉近西凉，西下空空，非是女子能不改革。能是有些个改，让3年问题16岁辰光生上毛病不压制而亡，能的名字还叫谁努力？现在要被刚刚吃过，困觉会再不来夫妻了，刚刚实实。听见有的有哭声音，问我的后日绣花，我的是哪个妇人呢？是看张事体呀？有一个姑娘神西了，第5年努力坚持起来着，求你修不成，也寻到西路终于上个难处，让我努力孩子来门口，帮不了解决的困难，走还是自己的，对个？这国家将他ful尽中长，那么两我的过来，我是努力才起来，加上好资不离再上，福大中长，保障等子娘的手定。那种的，现在无劳动人的质量跟收手，少得了一口不？啥子呀？漂亮，彻底个漂亮。这不是努力是怎样的？是一些欧骨斗争，比试些吧？门口，哈哈哈哈！这位姑娘，心神并衰。假日后吃，有后要对江苏人，能对江鱼老夫一听。若里姐姐，对待起来一口，眼睛们的受害一对老夫妻，盯来着自个笑嘻嘻，两张面孔厚爱口亲，一口谁显得是汉人。现在来了老门，姑娘，你为啥带了一世人斗气，心上添上？这一点我哪说法呢？
分到我个男人不是别人，谁是心口上有往事吧？因为你得中功名相互沾亲，来封虚实，侬自家已经虚脱个子。搿别人家有副脸讲我不个了，说起来那个女人总归发孩子了，所以都男人也弄来虚脱。这个事情讲出来几乎太太，搿么呢，侪是谋一谋吧？哎呀，我现在立了那门口，称呼你上来，对你上我一声一忙了，你必敬必服，一想带驴子，兄，这位来先生，那海里来谁上么写字出来了？搿种称呼不大听见。走过你走过你听过个动人老呀想要，现在听见上先生但觉得别有滋味。我对你妈妈那副做还有啥个先生？那副用黑子手面先生听一个。14岁上嘛妈妈好，我90岁上都不太白。现在老是国家重视，工地拉拉街搞上去，哈哈哈哈！姓什么？叫什么啊？赖先生不宜心烦，须得小女子改变。好。我那叫牛梨呀！哎呀，你是这个人啊，叫牛梨哇，何得灵该？名副牛梨，前程多少啊？失去你，喂，告你晓得吗？哦，10句说哎，口人配对殷勤啊，为是对亲。啊，19岁稍微分配清了，过去这样再分的呀。19岁是来再搞个这样，既然么离高过男人不好意思讲出来，是态度上19年龄为单亲。那么两夫妻这当你这个沙发厅啊都姑娘了嘿，就是家事后处啊。那。是东门啊，是个监理村。其实你是个上门哈，现在讲起来属于城镇的户口，不属于农村的户口。那么哪想那个监理村呢？我对东北监理村出身，临时叫得来派去用上。半真半假。那么你家中会有后生啊？谁不？娘也是美娘，药加是证明是个老水在，其第一个药加是流行，现在的改成讲叫谁证明，和证明是搞这个信息啊。那么你老水在农屋里想，不会太白得落得去。
你又要事情多起呀？是哥们。几分知识，每娘当里也才是，哈哈！这些姑娘不搞运动的来对子，那么你们不看得出来？亚三如呼吸的300兵做不动制裁，本大想请求人家皮皮请求出自油门，实在不办法，在忙中讲了一天。成都我举起来，我口就不停，我送走起，我甚至大不出，每娘水上心，还是4个口菜。哎呀！你们不肯出去，你们是3个人婆婆难嘛？现在听我来的没听上，还家人肉里今年19岁，但是这个人介绍也是一样的，看上去天来要做年以外，今在地里送一个人来哇！哎呀，林哥，哈哈，这个我们来人里做技能，才随便是干牛，而且看得出。这张面孔打自家洗脱男女的相比人啊，要标志这个3分了。第二个是听我不要打夫人商量，所以谁打生日除了俺上你斗，哎，这姑娘没做人，那么我想你做技能，哎，那意下之后，甚至夫人才来了，你对门开得进来哇，哎，种技能我来得口得是眼哇，灵该。不可是我当那个身高，虽然刚刚进不是样的，哎，你别在屋里卖香，抽水打脚，哎，这我卖香屋里还过来，卖香是来夫妻幸福，领得清，这放心，我们来，过来，但是努力不必嘛，喂，也想还上那个位姑娘们想受噻。马上谁也做些挑战，比东高在现在开始看吧。哎呀，那个我在家，我当然说，你真个干运这呀？哎，你这个同人啊，以前那今日里做预备人想的嘞，现在一到福建去做任何的人，那么你多介绍有个男的呀？哎，当然样，还介是有理。不过呢，3年门的16岁辰光嘛，3在外面4个在，那么所以听见那介是有理，我有19岁来得欢喜呢。呀，人来做技能呀，你总是做技能了，将来个地高档的一个字读得过，你这个一个跟读的带青年的话，你上去讲呀，讲是上叫妈妈一大瓜子才是吧？你上去讲呀，你答应走啊，你老弟弟啊，你答应走啊，再说你讲硬上个哟。搿来个谁叫你随便哪想不着个？假使是搿对老夫妻口中之我，也认我做技能啊，跟我还要人家，嘿，搿屋里的老师。来来是走过的，根本大夫是两个来人吧？人这里走鸡鸭之后，请口里请鸡鸭帮我来说一说，
王叔爸为啥得你也变良心？为啥得你也拿我许他？请鸡呀来当我深有礼望。对，这位想得该他们去一个不来。但二来夫妻们前，轻轻人家喊一声：“兄，弟弟母亲在上，女儿叩见弟弟母亲。”不，哦，灵感。我的一讲，马上过来就掉掉毛，几十个包，弄得谁在乎啊？有点水忙家了。说他们3年分走要走啊，不知阿走得离去个走啊！女儿啊，我好用如此，快起来呀！恭喜弟弟母亲！神夫人赶紧考，说起都1分同一个人得一道刚才，养出来的是17岁，哪边遇到什么？你去许多麻烦玩，为这里起来，等子不得前地，一口一呼吸，一口一呼吸。所以一个女人生得标志，总买这便宜开。2个我女一口不要，今朝也有我高兴长在，这个做工不看不你教，所以白痴眼睛傻傻才有什么子眼睛过来嘛。哎呀呀，我的都要恭喜子来呀，后喜子夫人。没请恭喜来呀，后喜夫人。不，现在我得到忙忙，我门口的面进，当口的给的没哈，你多恭喜我喜，我马上要干什么？罢了，少卿领上。水牛里摇身一变，彼此人后天亲的，从此7个是雨，8个是水，不必专门服侍个小屋的。当家服侍，门朝天亮，风浪歇了，受了到今日啥也开行吧？怎么样？起码开行。骨肉忙真，不见一口气。前面子本人高能，他拍屁股一嘴绿，不讲。连日同声下封信，这封信就晓得谁证明了谁在。新郎向他讲，哎呦，说谁证明请讲。啥地家来请讲的是俺桩事体，你都能对讲本我预受举起，还是有已经人以为命令之女之女，我当然彼此请讲了。送个信不呢，张婆呢就不放心，你身体不好，100两银子听来口口毛病，身体好来到福建来好了，来门行我最少才晓得个。关在送信屋的时候，信不送，他不许发明写抄，不晓得么子俺一来口子送信屋的，距离称是有个了，谁证明把个写条烧出来，甚至几个人家分身上开。可不该些辰光，岁月里因我无得福，被都聚集起来了。那么我关在我的东面，王quân队送他写条，那么呢，这事体。不是有娃夫人困嘎，等到都困醒，回到流浪。来这最张婆非把那夫人发现，要得是从3江皮不得的，当下2张报告，那么青咚咚火绿，后门里想出来，做方向，忙是海棠坊而起。东北我对海棠坊起够2档，所以认得个。这次2个位最是5不就老么过着担子。发现他腿抬起来一口啊！哎呀，接下来他那个门当字母不啥子？那他看一次问，不要再个门心啊门出个呀！哎，这个东北菜一口不分哎，根本有个人家灯光了说出来，大夫说让我带个个人家去问个信吧。结果来一口嘛，原来是个豆腐店，眼睛黑一声，喂，都说。都说了啥子老风险，过去机场3万辛苦，当天搬去马队屋可了啥人去3江，3万3头不从嘛，不要3江就要起来，本人刚才要困干了，你起来走3万，夫妻两部的，老板是的，好几还是的，过些辰光风向拉起这个档口，听见杀气喉咙都所谓都好得了。把走的了一口，我们啥人搞我的身上像个种衣裳口头出来呀，身上像怪啪啪他们过来，哎呦，
我打啥你来为下叫？哎，都说是我呀。下个呢，我来问个姓。哦，你问谁？哎，问谁问得啥当好？都说啊，该当是海棠坊啊。哎，88年个在海棠坊。哎，是海棠坊。不错该。耶，啊，分最足特哇。哎。啊哈，那么都说，下个呢，我为问个姓来。你问呀？这个王来太太屋里的那啥人货啊？王来太太屋里呀？哎。啊，是个新科长女王三万屋里啊？哎，这个谁子里屋里？啊，那啥人货家？这你最高头是喂？我最高在。我来吃今天，个好你讲哎，那个讲。哦，说定个一个。说出来个个。同时呢，整个晚上三五个，那不得是说出来一个家？大家才晓得。王来太太屋里向了三间菜哦。那现在变成我房了，楼房之家。想讲了，那张面孔蛮标准一点，聪明过文头上吧？啊。那么王大妈们穷得哒哒的三间菜哦呀。那么现在中市上牛是呀，菜我还差的啊哈，别姓王子的了。哦。你当我不在屋里哦，一三一四一开着。都说。对个。我要讲得为一门个姓来，来门进进过门。王来太太阿拉屋里呀。小姐，哪个中门进来的办法？大三说个门大地。搿王来太太又不管我领的，阿拉屋里不拉屋里非要当听高管是吧？搿你要搬出门来看是吧？是个。那么读书啊，现在你唱。小大卫要。那么东北这个来七整个高人高谁是王来太太屋里七水八门，开门啊！开门哎！内让盘门里向王来太太微风喷着了，三家的那微风喷着有心事。想想儿子从小几乎已经女想不得，一下子变得这样。不养啥，我们在口袋经历，是个儿子相夫已经这子亲，既人事实，要想微微没那个呀。哎。过去我听见有声音，而且像是蛮熟的。起来，孩子一张，在门口拿门手起的门这样一开，我的冬梅呀，冬梅啊！哎呦，那他是你呀！哎呀，小我的姐呢，不要才刚起来，开门嘛，整整衣服够啥子？其实么来太太，你非要起来的个呀？这孩子也要开上门嘛，孩子呀？给我听不懂，哪有为孩子呀？起来太太，是你月里还写掉吧？月里现在不在此处，怎能与你来开什么门呢？哈，来太太这个写掉分得给的来个？没有来哇！哎呀，来太太，面对不对口上去写掉出事体噻！出了什么事情了？石岗上，石岗多。好。王来太太听得该他们想想也是那不应该的。你骂我来吃不拿够出来，我不管你，说的是你错。你哪可以抽通甚至就抢情的呢？真正的抢得身高，各位当了得了。搿么门里啥辰光出个门，我就说，这样好你出来。哎，半条天个什么？看上去热情热爆，莫发到门当子。那么呢，阿会得在亲眷人家、朋友人家去比一比啥？搿么好少出去的，回到里向点盏灯笼，是讲骗自己家的，只力量高头出来拿门得来上手。老大几人不目标，搿么亲眷人家去门走，一路往门里追至里围上海。月里谢家一在搿种声音音落落又搞不人家心走来当子杀人家老姐死了这个啊，我的好意在呀
走。雨飘飘，灯光彩带映呀呀，我的家家是我往后去，家我西路慢慢到哪里走？黑蛋饭，那是你上句是。身为你是家门万必去打，一定心恶极深，难生这惧怕人追赶，心内家以至于迷失方向，后路大步步上情深路也飘，那是个最子泄露不他对付是那个不晓得多幸福已经最子泄露这样我来拿何为其说